人難得如此不驚不法。皇燮，你可知我今日讓你来是為何事？子歇猜測，不應僅僅是家常閒話。是家常，但不是閒話。君子正心修身，還要齊家治國平天下。公子歇乃是楚國棟梁之才，如今也到了成家的年紀。子歇已為此事焦慮數日。那日祭祀大典，子歇已向大王提及親事，望大王和威後開洪天之恩，成全子歇。你何苦那麼惶恐？你父母早亡，男大當婚，我和大王自會為你做主。謝威後。按理說，你向公主提親，須行6禮，那納采問名就算了，但納吉一定要做的。子歇的父母早已過世，可求我皇族族長代為納吉。我已經把他的生辰八字給了你們皇族族長。昨日皇族族長把大祭司問卜於廟的結果告訴了我。大祭司在神寺求問神靈，求問祖先。祖先說，你們這樁婚事應是吉兆。太祖明堂必有子歇。既然如此，那接下來就要纳征請親了。這些事你也應該跟你們族長盡早商議才好。子歇回去馬上就辦。那你打算什麼時候迎親啊？如無大礙，越快越好。年輕人就是急脾氣。新嫁娘和舒兒是從小一起長大的，私交甚好。我在想，可以讓宮裡把她的嫁妝和舒兒的一起辦。舒兒出嫁前亂則亂，但不會耽誤你迎娶。2樁婚事趕在一起，也讓我熱鬧熱鬧。另外，我讓大王賜你金華台，你可以在那裡成親。全憑威後安排。威后說了，讓你和舒公主一同出嫁，還讓大王把金華台賜給你我成親呢。聽起來樣樣都好，只是威後何時變得這樣善心啊？怕是大王已經隱婚，乾脆做個順水人情罷了。少司命庇佑，希望這一切都是真的。當然是真的。喲，這不是皇公子嗎？殷公主，聽說大王已經給你賜婚了，月兒正要去給皇公子道喜呢。謝殷公主好意，成親之時，我和月兒一定會請你去喝喜酒的。哼，用不着客氣。喜酒呢，月兒當然是要喝的，而且會和皇公子一起喝。他言語古怪，這是何意？不要理他。走。哎，子歇，季伯，前2日大祭司把你和公主的八字做了纳吉，你猜怎麼着？看年柱，你們是天合地合，你們的八字2神相生，互為喜用，一樁大好姻緣吶！勞累季伯了，子歇事後自有重謝。哎，一家人不說兩家話。這6禮之後啊，我們就要考慮給公主納征了。以禮試婚禮上對納征是有規制的。雖說楚王不在乎咱們那點錢財，但那上好的玉璧、虎皮、鹿皮，那是一定要有的啊。那是。還有錦帛，20匹夠了吧？就20匹。接下來我們還要趕緊的禀於有司，告於鄉老，好好操辦這件事。不對，這八字不對。季伯，公主的生辰八字有誤。怎麼會？這是宮裡送來的，字字金玉，板上釘釘，不會有錯的。月公主是癸未年生人，而這上面是壬午年生人，日子时辰都不對。什麼月公主？你手裡拿的是殷公主的八字，你可不要亂講啊！殷公主？哪個殷公主？季伯，我要娶的是月公主，芈月。哎呦，
威後讓大王賜婚的可是殷公主，不是什麼月公主。你當着威後的面可是答應了這樁婚事的。